屏东科技大学有学者推动猫仔狗仔关怀服务，目前已经有超过150只关怀，救超过600只动物的性命。学者是呼吁中央爱比照人类的血液基金会，嘛成立一个非营利的猫仔狗仔的血库平台。我们要入村哦。 针对日去抽血，这是屏东科技大学兽医输血医学中心猫狗的关怀服务。动物手术甲人同款有输血的需求，但是动物的血液目前并无公益关怀平台通提供血品。有一寡动物病院会家己饲血犬，也有人专门咧饲血犬咧卖狗仔的血。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新闻上看到一些血犬超抽的这些讯息。那宠物的医疗、动物的医疗，是不是？ 我们应该对它更重视。如果没有好的血液品质，怎么会有好的医疗品质呢？校董会立委参动物学者 NGO 呼吁中央爱成立猫狗的非营利血库平台，针对动物关怀、输血，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法条，但是成立非营利平台，也阁需要立法才通有才调达成。立委希望农业部爱去建议，农业部也答应会去规划看卖。我们在执行这个业务的。 都是医师。如果我们定了一个法令，结果他在第一线，他很难执行。我们回去规划，我目前我脑中也没有一个月可以，但是我们立委这边要求，我们会尽量。立委要求农业部在1个月内针对成立猫狗非营利血库平台的议题提出报告。不过农业部表示，因为需要参基层的兽医师一个团体沟通，才通了解因的需求，会尽量达成1个月内有阶段性规划的要求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